位觀眾聽眾，又嚟到我哋拉姑姑物語頻道嘅時間啦！好多謝大家嘅鼎力支持，我嘅 subscriber 又增進咗唔少啦。咁我都希望以後即係 subscriber 同埋 willing 咧，都係好天時地利人和嘅。我都希望50同埋就去到100，再去到500嘅 subscriber。咁會唔會開到盈利呢？真係要講天時地利人和啦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先，都好多謝大家。咁我之前嘅節目呢，都有提及到拯救 Save Lily 呢單新聞㗎。咁我初時都覺得一頭霧水，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呢？咁琴晚嘅新聞呢，就話呢對非常我行我素嘅父母呢，就話因為又有最新嘅發展啊，瑞典當局呢就正計劃將4歲女童 Lily 呢嘅撫養權永久轉移俾一對當地瑞典嘅夫婦。呢一個決定一出呢， Lily 嘅親生父母呢隨即就開專頁強烈反對啊，就話係違反人權，強行斷絕親子關係喎。咁當然喺網上面有好多評論呢，就話非常之支持瑞典政府嘅決定啦，話阿 Lily 救得翻啊，好支持瑞典政府嘅明智嘅決定啊。咁我睇翻又碌去呢個懶人包啊，由19年到23年底，我睇翻個懶人包，睇翻呢段事情，呢對我行我素嘅夫婦嘅 history 嘅記錄，即係我覺得佢哋嘅行為都幾匪夷所思嘅。佢哋喺芬蘭第一胎嘅長女呢夭折咗，咁佢哋一對夫婦呢就話長女係自然夭折，死因係心臟病同腦膜炎嘅。咁之後呢21年呢，呢位太太呢位非常父母嘅母親呢就再次懷孕，咁次女 Lily 呢就喺芬蘭出世，咁一直呢都未辦出生嘅登記嘅。兩個人呢就涉嫌逃至瑞典，而且非法居留。原來佢哋一對夫婦呢係未登記註冊結婚嘅。咁我睇完之後非法居留，佢哋原來呢就喺一輛貨車裏面就隱居非法咁樣去居留嘅，係啦。咁發現咗咁啊，瑞典警方呢發現咗呢喺貨車上邊呢有大量現金，就涉嫌偷錢同埋洗黑錢，分別將兩個人呢就單獨囚禁啊。當時瑞典政府呢嗰邊呢就係發現咗 Lily 呢就係2歲嘅 Lily 呢就係僅穿睡衣嘅，污糟啦同埋牙齒嚴重受損啊。基於保護兒童嘅利益為由，就強行帶走咗啦，並安排寄養家庭照顧。咁隨即23年底呢，佢哋一對非常黐線嘅夫婦呢，就喺 Facebook 嗰度呢，就開咗個拯救 Lily 嘅專頁啦。我覺得佢哋做咩要拯救 Lily 呢？我覺得 Lily 係咪因為呢一對咁黐線嘅父母搞到個女咁樣，點解要拯救呢？我覺得係咯，我睇完即係呢一個佢哋嘅 history 之後，個懶人包之後，我覺得好擰晒頭。原來呢對夫婦呢係冇固定嘅職業，冇固定嘅居所，咁佢點樣去照顧小朋友呢？同埋阿 Danny 呢就已經退咗休㗎啦，已經係咁。好似我睇新聞，就聽日呢就開庭，就了解一下 Danny 呢單案件會唔會要交由社會福利署看管呢？咁我都覺得我係支持 Danny 呢交俾社會福利署看管嘅，好過交俾呢一 pair 嘅黐線夫婦，因為其實做父母呢，就個責任感呢就非常之大嘅。咁我見到佢哋兩個話人權，咁我又覺得你又冇呢一對夫婦
又有冇俾佢哋嘅小朋友一啲人權？有冇尊重過佢哋嘅小朋友嘅意願呢？係啦，兒童最佳嘅利益就係要有穩定嘅環境，咁身心明顯咧就有改善啦。咁如果佢哋啲小朋友俾翻呢一對咁黐線嘅父母去照顧，因為咧呢一對非常黐線嘅父母咧就嘅行為咧都係匪夷所思嘅。咁究竟係俾翻呢一對咁黐線嘅父母去照顧，究竟係保護佢啲小朋友啊，定係冒險呢？我覺得呢個先係大前提，即係咯。我覺得 Danny 同埋阿 Lily 咧應該加分俾佢專業嘅專業嘅有可以照顧到阿 Danny 同阿 Lily 嘅人士去照顧，好過交俾呢一對咁黐線嘅夫婦，應該係即係正所謂冒險啊！交俾佢哋照顧係非常之冒險嘅。咁我都想睇下阿 Danny 嘅最終會係點樣去安排啦。咁社會咧係有責任保護下一代，免受到不必要嘅風險。咁我哋可以喺 Lily 嘅角度出發啦。咁希望阿 Lily 同埋阿 Danny 喺一個有保護有安全嘅環境底下成長，咁就好啦。